你有冇試過為咗慳返個30幾蚊，將食唔晒嘅隔夜錯留返第二朝再食，或者睇到個幾十蚊嘅煲或者砧板有少少裂痕、發黃，甚至邊緣發霉，都唔捨得扔，覺得仲用得就繼續用啦，扔咗好浪費。我同你講，呢種思想真係非常之危險。我哋香港人平時做嘢精明，算到盡，最怕虧底，但偏偏喺廚房呢個每日都用到嘅地方，有9成9嘅家庭都守住一堆以為好慳錢，其實係攞命嘅壞習慣。你以為自己慳緊幾百蚊或者幾十蚊，但隨時因為呢啲壞習慣，搞到自己同屋企人入醫院睇醫生、住私家醫院、做手術，甚至要買昂貴嘅標靶藥，一下子冇咗幾十萬。今日呢集影片，我哋就嚟深度拆解幾個香港人天天都喺度犯緊嘅廚房致命壞習慣。睇完之後，記得即刻動手戒甩佢，仲要分享俾你屋企嗰啲老人家同阿媽睇，救返成家 ignore 咗幾十年嘅健康危機。壞習慣1：愛上蒸多次隔夜蛙，蔬菜當寶唔捨得扔。第一個要講嘅，亦係最多香港家庭犯嘅大忌，就係食隔夜仲要愛上重複加熱，蒸完又蒸。好多阿媽或者老人家煮飯永遠掌握唔到份量，菜心、芥蘭、白菜、菜花煮咗一大碟，食唔晒就話唔好嘥啊，留返明晚加料啦，擺入雪櫃聽日蒸熱佢咪得咯。大家知唔知醃菜類經過一夜嘅存放，甚至喺雪櫃擺咗10幾個鐘之後，入面嘅硝酸鹽會被細菌轉化成亞硝酸鹽。當你第二天拎出來，再高溫熱多次，甚至3高溫再蒸多次，亞硝酸鹽喺胃酸嘅作用下，就會同蛋白質分解出嚟嘅胺結合，變成強烈致癌物亞硝胺。呢種物質係世界衛生組織公認嘅1級致癌物，同胃癌、食道癌有直接關係。仲有好多人以為只要把食物放進雪櫃就萬事大吉，但其實雪櫃唔係無菌箱，特別係香港嘅廚房空間細，雪櫃通常塞得密密麻麻，生嘅肉類、未洗嘅菜同埋熟嘅隔夜蟹擺埋一齊，好容易造成交叉感染。雪櫃入面有一種好可怕嘅細菌，叫李斯特菌。佢喺攝氏0度至4度嘅低溫環境下，一樣可以生長繁殖。如果老人家或者小朋友食咗被李斯特菌污染嘅隔夜搵，輕則嘔吐、肚痛，重則敗血症，甚至腦膜炎。你以為慳返一餐幾十蚊嘅野菜錢，點知一次腸胃炎或者大病入私家醫院住3日2夜，落單結賬已經要1、2萬。如果長期食呢啲致癌隔夜嘢，搞到要化療，幾十萬積蓄真係話咁快就冇晒。所以記住，蔬菜類絕對唔好隔夜。如果真係食唔晒，寧願煮少啲，或者只留肉類，而且最多擺1日。食之前一定要徹底煮滾。壞習慣2：迷信重複用油與高油高鹽碟頭飯。第二個壞習慣就係香港人最中意嘅碟頭飯同埋重複用油。好多年輕人或者上班族平時返工放工太忙，出街食飯或者叫外賣，最中意點一碟乾炒牛河、豉椒排骨飯或者麻婆豆腐飯。呢啲碟頭飯嘅靈魂係乜嘢？係高油、高鹽同埋高糖。茶餐廳為了零鹹菜，睇落靚澤，食落香口，往往會先拉油，即係將啲肉同菜過一次猛油。呢啲油好多時係高溫重複使用嘅，經過長時間高溫加熱，油分會氧化，產生大量的自由基同丙烯酰胺等致癌物質。你可能話我唔出街食，我自己喺屋企煎炸嘢，啲油留返下次炒菜用，咁樣好節省呀。呢個仲危險。重複使用嘅食油煙點會變低，加熱嘅時候會釋放出大量嘅致癌油煙。香港肺癌罹患率咁高，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好多非吸煙者嘅婦女長期喺廚房吸入呢啲有害油煙，而且長期吸收呢啲高氧化嘅脂肪酸，會令你嘅血管硬化，增加心腦血管疾病嘅風險，仲會加速大腦老化，引致腦退化症。試諗下，你為咗慳返個10蚊8蚊嘅食油，最後搞到大腦退化，連自己親人都唔認得，仲要請私家看護住安老院，呢度每個月都要幾萬蚊，幾十萬積蓄好快就蒸發咗。壞習慣3：一塊砧板走天涯，發霉都唔捨得扔。第3個壞習慣就係一塊砧板走天涯，用到發霉都唔捨得換。你屋企嘅砧板用咗幾多年，係咪已經用到中間凹咗落去，甚至邊緣有黑色嘅霉斑？好多香港家庭嘅廚房只有一塊生鐵木砧板或者木砧板，生肉、熟食、生果，甚至切俾 BB 食嘅嘢，全部喺同一部砧板上切。木砧板同竹砧板非常容易吸水，切肉嘅時候刀痕會留在木紋入面。呢啲微細嘅罅隙係細菌同真菌嘅天堂。當砧板發霉嘅時候，最可怕嘅唔係表面嗰啲黑色霉菌，而係佢產生嘅黃曲霉素。
黃曲霉素嘅毒性係氰化鉀嘅10倍，係目前已知最強烈嘅致癌物質之一。極小份量就足以對肝臟造成永久性損害，甚至直接誘發肝癌。而且黃曲霉素非常耐熱，你就算用幾滾嘅滾水去洗、去燙，都消滅唔到佢。好多人覺得一個好嘅木砧板幾百蚊，切落手感好，發咗霉就用水刮下繼續用。呢種做法完全係拿自己同家人嘅健康賭博。正解係生熟食物一定要分開用2塊砧板，而且最好選用無孔易幹嘅材質。只要發現砧板有發霉或者深度刀痕，就一定要即刻換掉，千祈唔好省呢幾百蚊。壞習慣4：塗層剝落嘅易結鑊繼續炒菜。第4個壞習慣就係使用過度受損嘅不粘煲。易結鑊係香港廚房嘅必備神器，煮嘢唔黐底又容易洗。但係好多人習慣用鐵鏟炒菜，或者用鋼絲刷去擦洗易結鑊，搞到鑊面滿布刮痕，甚至底層嘅塗層已經剝落。好多老人家見到鑊面剝落，仲話冇事嘅，少咗一層塗層，咪當普通鐵鑊用咯。大家要明白，易結鑊嘅塗層主要成分係聚四氟乙烯，雖然正常使用下好安全，但如果鑊面受損或者高溫乾燒超過攝氏250度，塗層就會開始分解，釋放出有害嘅氟化物 fumes， 甚至包含以前常被使用嘅有害化學物質全氟辛酸。呢啲化學物質一旦進入人體，係極難被代謝掉嘅，會在體內積聚幾十年，增加患上甲狀腺疾病、腎臟癌、肝癌同埋免疫系統問題嘅風險。一個普通嘅易結鑊幾百蚊有找，用咗1年半載，如果發現有刮痕或者剝落，就一定要換新。唔好以為自己好慳，一旦身體累積咗呢啲毒素，日後醫病嘅錢絕對夠你買幾百個新鑊。壞習慣5：危險嘅室溫解凍肉類法。最後一個壞習慣係關於解凍肉類嘅方法。好多香港人返工前會將冰格嘅凍肉拎出嚟，直接擺喺廚房、洗手盆或者台面，等佢慢慢自然解凍8-9個鐘，等放工返嚟煮。香港嘅天氣長期潮濕炎熱，室溫通常喺攝氏20多度至30度之間，呢個溫度簡直係細菌繁殖嘅最佳溫床。當你將凍肉擺喺室溫下解凍，肉嘅表面溫度會迅速上升，細菌會以每20分鐘翻1倍嘅速度爆發性增長。等放到夜晚你返嚟煮嘅時候，雖然高溫可以殺死部分細菌，但細菌產生嘅毒素係耐熱嘅，煮熟咗都一樣會引致食物中毒。正確嘅解凍方法係預早1晚將凍肉由冰格轉去雪櫃嘅保鮮格慢速解凍，或者用微波爐嘅解凍功能。千萬唔好再將肉類長期暴露喺室溫下面，呢個壞習慣隨時令你一家大小集體食物中毒入院。講咗咁多，大家不妨返去睇下自己個廚房，到底種咗幾多樣？我哋香港人做事講求效率同精明，但在健康呢件事上面，真係唔好成支針留個煲。幾百蚊嘅食油、砧板、易結鑊，或者幾十蚊嘅隔夜鹼，省落嚟嘅真係微不足道。但一旦搞壞咗腸胃，引致腦退化甚至癌症，嗰種代價係幾十萬，甚至係成個家庭嘅幸福。如果你覺得今日呢集影片幫到你，或者提醒咗你一啲平日忽視咗嘅細節，記得讚好同分享俾你身邊嘅親朋好友，特別係屋企嘅長輩。健康先係最貴嘅財富，即刻動手清除廚房嘅呢啲隱形炸彈，戒甩呢啲致命壞習慣啦！我哋下集再見。